花莲警方原本是按算伫咧过年期间，要伫咧车头的头前用科技执法来抓违规停车，所以因为飘线设计不良，变做讲头前若塞车，后壁就全拢变做是违规，引起民众的不满。当时宣布讲要暂停处理，会个重新检讨。 为了维持花莲火车站前行车通顺，警方伫站前第一车道设科技执法设备，若停车超过3分钟，就会封处理。啊，毋过民众反映现场飘线有问题，若头前车回折，后壁的车真紧进入禁止停车区。不好，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接送不方便啦。像你们接送的话，大概会要等多久的时间？就上下车的。 大概5分钟以内吧。我是觉得，因为可能他们懒惰了，因为往前开还有很大段距离的对峙，但是应该就不愿意往前开。然后这边最近嘛，就近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坏习惯了。这项科技执法本来一定弄得春节上路，按过争议不断，所以相关单位去会勘，初步认定站前因为有行人穿越道，所以大家拢会伫遮上路车，造成车辆回折，所以地上的飘线要定位，科技执法也渐慢实施。每有许多旅客穿越行川线的时候，容易造成第一车道的车流回堵甚至在网状线上面，是希望说能够把第一车道中段的行川线移设到往南端的地方，然后用以增加驻车空间。另外，民众嘛要求连假期间开放其他车道摄头，不过县政府评估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才无开放。若是第一车道科技执法了后，第二、第三车道敢会塞车，这原来是问题。爱整体考虑了后再实施，避免出地的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